第一樣我哋要知道嘅，當然就係點樣揸住呢個 shaker 啦。首先我哋要揾出自己適合嘅方法。我哋先嘗試用右手嘅手指公擺喺 shaker 嘅最頂部，然之後用其他嘅手指將佢抓住側邊。另外左手就係我哋嘅輔助手啦。我哋可以先嘗試下用無名指同埋中指將佢掂住 shaker 嘅底部，其餘嘅手指喺側邊輔助抓穩。盡量用手指，唔好用手掌。你亦都可以嘗試下用左手手指公揸最頂，其餘做輔助，右手擺喺最底。當揸好呢個 shaker 嘅時候啦，你就可以嘗試下放喺3個位置嗰度，試下做呢一個 shake 嘅動作，睇下邊一個你覺得比較舒服，適合你自己。第一個係心口正中嘅位置。第二個係左胸前嘅位置，第三個係右胸前嘅位置。你亦都可以嘗試下用左手，就以我自己嘅習慣為例，我嘅左手係放喺 shaker 嘅頂部，右手係放喺 shaker 嘅底部，而我覺得比較舒服啲嘅角度係喺正中間。當你揾到自己覺得比較適合嘅揸法同埋 shake 嘅角度，跟住我哋就做以下嘅動作啦。